時尚旅遊新生活，細節服務新體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大美中國嘅導遊冰淇淋。今期同大家推介嘅係火車出發，飛機回程西藏10天團，團費只需要4198。跟緊我鏡頭去睇睇。西藏係一個離天最近嘅地方，係一個缺氧但唔缺信仰嘅地方，亦都係人生當中最應該去一次嘅地方。去西藏有好幾種交通方式，而火車係旅遊體驗最難忘嘅一種，亦都有兩個優點。第一個係海拔慢慢升高，可以慢慢咁去適應高原反應。最重要係到西寧會轉有氧列車，列車彌漫式供氧。第二個係沿途風景非常之靚，西寧到拉薩呢段鐵路係叫做青藏鐵路，青藏鐵路被譽為天路，係世界上海拔最高嘅鐵路，穿越凍土層最長嘅鐵路，亦都係風景最靚嘅鐵路。我哋會經過青海湖，翻越昆崙山，會睇到烽火山以及長江源頭沱沱河，會穿越中國最大無人區野生動物嘅天堂可可西里，仲會到達鐵路嘅最高點唐古拉山口。喺天氣最好嘅鐘數，可以睇到青藏線最美湖泊措那湖，海拔大約4650米。火車去到旅遊目的地之後，會帶大家先去林芝。林芝嘅城市平均海拔2800米，環境舒適舒服。我哋會喺林芝住3晚，以低海拔往高海拔嘅方式遊覽，旅遊體驗非常之舒適。第一個必蒲點肯定係巴松措啦，係國家5A級旅遊景區。藏語嘅意思係綠色嘅水，係林芝嘅一粒高原綠寶石。湖中還有個小島，島上有一座1500幾年嘅錯宗寺。企喺雅魯藏布江嘅河嗰邊，睇住金色嘅光芒一串串咁燃燒，呢個就係日照金山。翻過江巴拉山口，我哋就到咗西藏3大聖湖之一嘅羊湖。有人話西藏嘅湖係神嘅眼淚，而羊湖一定係其中最純淨嘅一滴。當然，拉薩嘅地標布達拉宮我哋都會去到。西藏嘅春天係離天堂最近嘅浪漫，西藏嘅春天亦都係一場視覺與心靈嘅盛宴。行程中，我哋仲特別安排金馬宴，喺呢度唔單止可以感受到藏式表演嘅震撼，仲可以品嘗到甜茶、酥油茶同牦牛肉打邊爐。當然，老鴨湯、石鍋雞以及牦牛湯鍋都係必不可少嘅體驗。由中國大陸揀大美中國。